歡迎收睇當年今日。今日同大家回顧一單90年代轟動全港嘅娛樂圈事件，事隔多年依然令人印象深刻。呢單事件發生喺1990年4月24號凌晨，劉嘉玲當時獨自駕車，準備前往朋友屋企打麻雀，點知途中突然被多部車輛截停，跟住被幾名蒙面男子強行擄走。事件發生之後，相關人士亦都即時報警處理。劉嘉玲被禁錮大約3小時，期間被拍攝私密影像，佢事後亦都澄清自己並冇受到其他侵犯。之後綁匪將佢釋放，第二日劉嘉玲前往警署辦理撤銷案件手續，事件亦都冇再進一步調查跟進。外界當年流傳兩個唔同嘅講法，一係綁匪原本目標係其他人，最後誤綁錯人；另一個說法就係同電影《光天龍虎會》有關。而套戲其實喺1989年11月已經上映，係事件發生之前已經推出咗一段時間。呢件事當年傳成熱議，轟動一時，亦都成為90年代香港娛樂圈入面一單備受關注嘅事件。